高雄洪山溪伫5月30出现真侪死鱼啊！隔天民代去勘查哦，洪山溪的溪水拢变白色的。环保局检测时发现讲，应该是附近的食品工厂废水处理系统出问题，排出来水用油的成分上过悬。这间公司伫今年4月嘛捌违法，环保局嘛表示讲会搁加重来处罚。 白色的废水对排水管排入去洪山溪，互溪水变了真落，佮发出阵阵的臭味。民代5月31下晡来到高雄沼青美庄路巡视洪山溪，拄好看到废水将溪水染成奇怪的白色。整个排放出来的水是呈现乳白色的，我相信这是事业废水，不是生活废水。 环保局接到通报，到场检测，发现溪水含油量超标。对查到排水的业者，就是附近的食品公司。业者找伊透早回息的表示，是排污设备出问题，已经请厂商来调整。把油脂过滤的过程，就是添加的比例可能在电脑程式上是跑掉了，所以才会造成它的水里面的油脂量含的比较高一点，也比较浑浊一点。因为洪山溪5月30才扑出大量鱼仔的尸体，互民众怀疑是废水造成。对此，环保局表示，迄天检测水质无异常，加上业者排废水是隔天31，目前无法度确认相关性。但这间食品公司今年4月嘛，因为排的废水含油量过悬，已经互环保局罚3万块，累犯会加重处罚。食品业者将未妥善处理之废水直接排至凤山溪，立即命其停止排放废水。 将依水务法第30条规定，裁处3万到300万元罚锾。事实上，民代31尾仔伫沼青美山路附近的洪山溪，佮看到第2件废水污染。初一透早来到现场，水面铺着红色的物件，佮一盏薄薄的油光。环保局因查出排水的业者是一间批工厂，等水样检验结果出来了，会确认是毋是爱开发。记者陈焕武、柯建俊高雄报道。